喂，大家好，歡迎一齊嚟食一食今日嘅財經花生。最近個市真係精彩過睇戲，特別係美股，晚晚都喺度挑戰人類嘅想象力。Google 啱啱出咗份報告，話我哋香港人平均每日睇超過100分鐘 YouTube， 睇嚟大家真係好中意吸收新資訊。既然係咁，今日就等我哋用幾分鐘時間睇下呢個瘋狂嘅市場又發生咗啲咩大事。首先，焦點一定係翻去美股，尋晚三大指數即係道指、標普500同納指又再齊齊破頂收市，連續第3日創歷史新高，真係升到你唔信。雖然早段因為美國政局有啲唔明朗，個市曾經腳軟，道指一度跌超過200點，但個勢好快就扭轉翻，最後埋單計數都係要升。究竟係邊個咁夠力可以將個市由跌轉升呢？答案就係兩大家縮到爛嘅科技巨頭蘋果同 Nvidia。先講蘋果，佢股價尋日飆升超過 4%， 收報256蚊美金，創咗超過8個月嘅高位。原因好簡單，就係最新出嘅 iPhone 17系列賣得太好啦。自從9月中開賣以嚟，全球多地都出現排隊搶購潮，甚至斷貨。有大行好似摩根大通已經即刻調高咗對 iPhone 未來1年嘅出貨量預測，話個數會去到 2.36 億部。分析師形容，今次係迎嚟咗多年一遇嘅真正換機週期，好多忍咗好耐手嘅用家，今次終於肯拎錢出嚟換新機。呢股換機潮直接將蘋果股價推上個新嘅高度。講完蘋果，就要講另一位主角 A 晶片之王 Nvidia， 佢嘅股價尋日同樣大升接近 4%， 市值已經逼近 4.5 萬億美元，真係富可敵國。而今次爆升背後係一間間震撼嘅消息。Nvidia 宣布計劃向 I 研究公司 OpenAI， 即係 ChatGPT 個老豆，投資高達100億美元。你冇聽錯，係1000億美金。用嚟做咩？就係要起一個史無前例咁龐大嘅 A 數據中心。呢個合作被形容為歷史上最大嘅計算項目，目的就係要滿足未來 A 發展對算力嘅無盡需求。呢個消息一出，再次鞏固咗 Nvidia 喺 A 世界入面無可取代嘅王者地位，股價想唔升都難。喺呢兩大巨頭帶領之下，美股嘅氣氛非常樂觀。不過投資者亦都唔係盲目衝嘅，大家仲係好留心聯儲局官員嘅講話，想估下幾時會再減息。有大行分析就話，如果聯儲局真係出手減息，美股呢個牛市派對可能仲有排玩。睇完美股嘅瘋狂派對，我哋將個鏡頭轉翻嚟香港。今日港股都有一單好矚目嘅新聞，就係有一隻新股上市，佢就係育兒品牌 Bebus 嘅母公司，叫做不同集團。呢間公司今日正式喺港交所掛牌，股票代號係6090。不過重點係佢上市前一日嘅暗盤表現。所謂暗盤就係俾抽中新股嘅人喺正式上市前可以預先買賣嘅場外交易。尋日喺富途嘅暗盤市場，不同集團嘅股價最高炒到上120蚊港紙，對比起佢71.2蚊嘅招股價上限，足足升咗接近7成。高達 68.5%。如果幸運抽中一手，即係100股，賬面上最多可以賺到成480蚊，真係未上市先興奮。呢個咁誇張嘅升幅，反映市場對呢間主打中高檔育兒產品嘅公司非常有信心，亦都顯示到只要公司有概念、有前景，資金仍然係會追捧嘅。最後望闊啲睇，中國證監會主席吳清最近都出嚟派定心丸，話而家外資持有 A 股嘅市值已經達到3.4萬億人民幣，證明中國嘅資本市場朋友圈越嚟越大。隨住制度不斷開放， A 股市場嘅吸引亦都慢慢提升緊。總括嚟講，無論係美股嘅科技巨頭鬥法，定係港股嘅新股尋寶，市場每日都充滿住機遇同挑戰。最緊要係保持觀察，睇準時機。今日花生仔就講到呢度，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支持我哋。唔好意思留言分享你嘅股市睇法，或者想我哋下一集講啲乜，下次再見。